我生气啦！对，我生气了。虽然我现在抱着手机，面无表情，但是我现在非常的生气，你听见了吗？我生气了。这个视频说的就是我的心里话，快点过来哄我呀！过来哄我呀！为什么还不过来哄我呢？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你在装什么呢？我生气了。我想请问呢，你是觉得我没生气是吗？你不会觉得我真的是那么的乖巧懂事吧？还不过来吗？还不过来吗？台阶都给你放到这儿了，还不过来？就这样都不过来，我的天哪！你好大的胆子，好大的面子呀！你是皇上，快点过来呀！过来哄我，我生气了，我真生气了，我是真生气了，我真生气了！哥哥，过来哄我吧，过来哄哄我嘛，快过来哄我！3、2、1。